伊的手，听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限定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改变伊同声，了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将你走去的路，阮眼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伊扣下本因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奇怪，怎么一下人就不见了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们会不会大白天的就看到鬼耶？不要乱讲话啦！可是他不见了嘛，好奇怪啊！走啦走啦，真的很奇怪你用啥迄样的哈？买个东西买很久啊！哦，冤枉我太子，还唔系因为警察报应？你还讲轮龟哦？叫变尿尿了冇哈？哦，大姐不用担心啊，我们俩没有怎样啊，只是我们看到一个怪人哦，一直往我们这边看呢，鬼鬼祟祟的，我看啊，8成一定是那个混蛋派来的啦。可是你上对的啊！你还几十年哦？唔对啊，俺老水面量啥相当性，看起来看几个做马街，不过这样牙听听的，佢就唔见听。一定哦，是那个混蛋哦，知道我们美满楼是不好惹的，专门哦请了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来，要把阿珍姐哦那个隔空遗物，就这样子，咻，哗，不见了，把阿珍姐变回家了。咻，你讲越夸张，真是。台姐，你知道用啊哈？你哈，你唔记得迄咪正研究迄轮龟很牛来的啊？唔要紧啦，警察有讲啊，佢哋要拍牛来鸦片，顺顺啊，应该冇问题。那看哦，一定会记啦，记哦，我一定阿珍姐要出门嘅时间哦，然后给做起来，对，做开。你就先莫老阿珍讲遐个事情哦，哈。大家较注意就会啦。迄个哦，阿珍会出门哦，一定会停电哦。哎呦，冬天哦。你路上没事情没？没事情啊。有啊。来，贴出一下。有事情啊。是哦。你去。谁不准我去呢？我刚被鬼吓到了，我去了。我很累哎，我提2袋哎。是耍赖哎。好了，我弄。好嘞，香哈。真的。阿仔，你试试看啦，看我什么？好。香吗？都香哎。好势哈。难怪哈，你系1年密码你有照拍出来，163是法体嘞，还有香味呢。我建议哈，我哋讲调了个路子。你风药哈，好食冇好食，就看了路子了啊。对吗？阿曼姨，我看吼，你的病不癌哦，我讲会让阿你密码你有照拍大拍体。唔会啦。家长，阿你退休啦？来。冇虫的啊！咋子你有按
糊涂呢，唔记得买葱的啦。葱的哦，葱的真的无买到。事情无翻片哦。唔怕啦，我咧买哦，西松春条田冻姜啦。哎，唔是啦，我来买就好嘞啦。你就都亚比天数啦哈。干扰。我给先一夹头吹哈，吹头头啊。小姐第一次来吗？需不需要帮你们介绍一下？好来，这个呢姜丝大肠呢是光临本店必点的下饭菜哦。我们这个大肠哦跟姜丝非常的多哦，吃起来非常的 Q， 非常的有嚼劲哦。还有这道客家小炒也是必点的哦。你知道吗？我们里面的料哦用超过5种哦，绝对哦不是你在外面一般吃得到的客家小炒哦。还有这个。咸米苔目，这个我跟你讲，我们的咸米苔目是纯手工的哦，吃起来哦非常的有家乡味，不吃哦太可惜喽。你居然有3样各一份哦，3样是好，那就是一个姜丝大肠，好，然后一个客家小炒，一个咸米苔目啊。对了。有一道菜哦，我一定要推荐给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美满楼来到这边一定要点的就是我们的招牌菜美满风肉。说到这一道菜哦，不是我在操刀，我跟你讲，来到我们这边的客人一定要来品尝这一道菜哦。我们的这个肉质啊，多一份则太肥，少一份则太瘦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肥肉的部分哦，吃起来像冰淇淋一样，吹弹可破，入口即化，可说是哦天下第一美味。懂好色啦！我听来来讲是唔甜呢。哦，怕吃不完是没关系，我可以点小份一点啊，就怕你们吃不够。哦，就按钮哎。好哦，好，那就再来一份美满风肉小份一点的。好，请稍等，马上来。水妹啊，可能平下家吃较厉害的哦，真的吗？哎呀，认真哦，来重新考虑哦，请你来做天数好吗？谢谢美满姨。啊妹，这个熊马街啊，你还给我天数哦？来看哦，你还给揣寒蒙了，就本地四香枪的呀。做生意哦。哎，你很过分呢，你干嘛把我讲得像贪吃鬼一样啊？本来就黑啊，还怕人家说？屁嘎子，你很过分呢，欠打你！班长，快走了。不是啦，讲完了。来了，买一份米满风牛，带走哦。风牛啊，其他做干嘛？不是。拍饭了就。那不是啊，当然我买哦。买风牛哈。按你说。米满的风牛哦，我带一份啊。我点不点好啊？莫还做哈。师傅，要米满的风牛。师傅，我都米满了等的时间咯，看佢菜是当刀当浆的，那菜啲了加埋幾樣嘅呢？師傅，要用菜拉冇？還要買個皮菜，我哋已準備啊。唔是咧，唔是哦，已經冇閒嘢啦。哦，你慢用哦。
错过。你们天个哪个上班没？侬几点来呀？哈？哎，坐下来。哇，真香哎！买去做朋友啊？快乐也有事的要没有？嘿嘿，谁快？好食，传统土地客家口味。哎，你那个太厨师，还没同人推出新的菜单啊？既然还来吼，我都想同啊好好同谈一下的，看来有乜个新的策略冇啊？唉，我传统吼，最近有新的策略啦。最近喺传统生意唔好啊，都多偏见啊。所以我都希望講來過後啊，有乜個新嘅氣象，生意會越來越好。你看你啊，流汗都汗，哎呦，冲哎，冲到危险哦，赶紧去洗身呐！哎呦，哦，那有没出啊？你的料还香汗淋漓耶！你看，你都要做嘛啦？老板你好嘅哈，讲话不但不轻不穷用，赶紧去洗身呐，好水毛嘞啦！哦，你的老阿婆，伊下种9点半天天的，生嘛个神，按做生活做嘛个。哎，孩子啊，你第一季以下都会做嘛干嘛啊？那你会滴喏？可能哦，都给人家比吧。奇怪诶，最近吼，我又会按上一季啊。佢台北嘅時間哦，我唔會按相機嘅。不過佢喺上海哦，我就按相機。因為哦，佢係唔俾年紀。哦，唔係阿婆嗬。好啊，我去食食。太子啊，你最近冇買嘅樣樣啊？有人講？你唔係同學客家料理。最近哦，你就冇都嘅請客家料理嘅資料，也冇做新料理本太家食，一定有問題哈。你係唔係談戀愛咧啊？哦，水面要橋尾咯，都係兩個買啦，冇意用啊哈，你嘅客家美食咧哈。房車咯，咩冇人輕鬆啊，我都嘅浪費時間做嘛呢？有為麼？有我，還有水米阿哥，還有阿珍姐，阿妹哦，就是講咧啊，佢哦一天會，哎呦，太姐啊，你冇撈到嘅嘛個事情就唔對哦，你撈沒發生嘛個事情啊？哦，急講啦，哦，唔講啊，你唔講啊？我講，媽咪啊，冇關哦。家柔，你有水嗎？哦，冇啦，因為好啦，我去食食咧。睇住，定係寫好上哦，而我攞嚟講哦，阿婆。你去食食哈。家柔。我昨天人講下會嗎？哇，這下很亮哦！我主要哦，從你下關哦，夜天嚟唔好聽呢，空氣很好哦。這個時節哦，你兩面都辛苦啊！兄弟姐妹就會都不卡天數，只要都按不條嘅時節哦，這樣做得搞。我
就会带点得从家人家吃啊，就都呀，我的话，搞个空年琴啊，跳咖啡啊，还有树奶奶啊。有个时间哦，俺妹哦还会请西瓜饼安利生呢，给韩国哈个皮哦会流的，会变到不低度，因为哦安尼会较凉，韩国会有香味哦。真是的哦。嗯。哎呦，敢唔会上乌鱼？哎，一种毛呢？唔过应该有嘅哈。嗯。你點話？俺妹哦真嘅濃香誒，佢哦還會老鴨皮哦做涼菜。真是的哦。嗯。那包哦很清好吃呢。哎，你家唔係講有事情要人愛講？就阿曼之後，就本來前日先講係做朋友，我講你想象到嚟啦。係阿曼講哦，朋友咪係一年咪慢都有招牌菜啊，如果係穿上半衣長錯，我咪嚟學阿曼之講嘅啦。係你想太多嚟啦，我冇想要條事情啊。根本哦，就冇想去學朋友嚟做，冇想去看到朋友出現到彌漫了。我想你話我想，一定有時間認真做嘛。你哋哦，能係當做一家朋友，我想要問嘅我是直接講嘅哦。呢條事情哦，讓向到你老慢住兩隻愛嘅心情，我感覺到哦冇價值咧。阿慢住啊，最冇講啦，不過我哋嘅心肝度情感苦呢。其實每本大家啲，我表現出來聽啊。難怪哦，我沒有不愛上你，因為你真嘅又溫柔又細膩。你有買？家人哦，我知道講吼，你是下順啊，慢熱一點，什麼事情呢呀？什麼啊？什麼你老愛講有條事情啊？我會再個上厲害。啱的哦，我睡咧，你咩卡到點去睡啊？当然不是抱了这么的呢，因为突然间帮我到阿良了。
阿廖，20年了呢，你还到底去哪呢？过了好么？还记得了这户口么？也还记得爱同生意么？各位，由于喜好人先生对今天开始，我担任我哋以花园尊重堂的主持，他嘅用热烈掌声来欢迎你。由于喜先生係日本東京最出名嘅主廚，也係我認識以來多年嘅朋友，所以我對佢廚房工作非常的了解，因此對今天開始廚房工作有了全權處理。他敢在热烈掌聲來歡迎你。田朋友當歡喜啊！有啲垃圾飛來到御花園，老太家向下做事，希望以後做啲老太家高温經驗，做出更加多好食的料理，希望大家。全部油啊，香菜咧都咩油，哈，排骨咩含油，我咪少含油啊，蒜全部油，啊出來，豬肉你記得要買，豬肉，係3條肉哦，做咩鐵皮，個鐵皮做風油出來唔好食，好，哈，安啲哈。阿曼姐，我看你冇做風風誒，你冇爽快係冇？咁少啊，厝邊冇水好啦。唔講話最近你做嘛，一隻做夢緊跳跳唔停。做乜緊跳哦？係啊，應該係跳水當衝誒。迄愛用就好咧啦。我最近哦，本來就冇都要死，我精神上面冇好，所以冇做啊，要緊跳跳唔停。阿曼姐，我看個家人啊吼，俺善良又俺強腳，我想哦，你咪買呢個事情交本機哦，應該會食得就好長錯啊。咪曼姐，呀，個講法就直接講就好啦，講到一般，我講冇參詳嘅。剛開始直接講哦。好啊。我想家人吼，佢咪冇中意風肉啦，佢話應該要買事情長錯啊。有嘛事情？今年我哋只阿妹睇傳統睇古板，唔過風肉係會彌漫了就有排菜呢。你比我情況都按照一唔會變啊。我自家有意思啦，佢想我開創新的菜啦，但是佢開創出來咩不得不切啦，係冇？事情按多，
放起来天数啦。好啦，放起来啦。奇怪，不看哪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做的天数你还按多哎，奇怪。按多个理由，你莫闹到不看有阿珍，你就唔是做事嘞哈。哪有？好啊，你莫啊，就放起来洗面嘞啊。今天哦，我年去买菜啦。有没有事都否用啊？张红宠听你去陪你周 C， 你还忙吃东西哎，奇怪。啊，再一杯。哦。我今天真的很衰一抬头就不你妈，一日之计在于一晨有必要这样对自己妹妹大吼大叫的？奇怪，难怪没男朋友啊！啊？我今天一大早起床我还没吃早餐就被叫去买东西啊！我买完东西回来又叫我去洗大肠，我洗完大肠又叫我去做别的事情，根本就没人问我有没有吃早餐根本就把我当廉价劳工嘛！不对，是免费劳工。你说的对，你这种心情我懂啦，因为我也是啊。还有最近我太极正经都奇怪每天都板着一张脸动不动就生气，对我发脾气就算了，他跟我阿妹好像也处得不好是哦，得发生嘛该事情我想嘉瑶大姐应该是最近压力太大，太累了啦，所以脾气才会那么大啊。那你这个当小妹的就多担待些嘛，包容她一点啊。我是以过来人的经验跟你说啦，抱怨不要太多，抱怨是止于智者，对吗？那有问题，我只是发泄一下情绪嘛，不然我压力太大，我也会随便发脾气。可是我还把你当好姐妹，不安慰我就算，还在那边教训我，心事瞎人知。哎呦，俗语说啊，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啊！我吃了那么多嘉瑶大姐好吃的东西，我当然要帮人家说两句好话嘛，这才是做人的道理啊！你是我的好姐妹，你应该懂的啦，黑啦，我懂，那谁懂我啊？你是公主你要大人有大量啊，不要跟小的计较了嘛，对不对？再说俗语又说啦，家和万事兴。现在你阿梅跟大姐有摩擦，我是觉得啦，你应该要当一个很好的润滑剂。你今天干嘛一直说成语啊？你不知道成语说多了脑袋会变懒惰啊！了是都给公益啦，加水。好啦。润滑剂，我是有想过啊，不过我根本唔知发生嘛个事情，妹妹唔知要用伴奏啊。大家又把我当小孩子看，我讲话谁会听啊？好，既然是我蔡瑞美的好朋友，那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！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帮你一起想办法的。还有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之前你哥的事还不是都全靠你了？我看你应该是美满了默默付出的那个大功臣。说的有道理好，干杯！好，耶！阿燕啊，似唔似佢呢個人嘅邊嚟啊？唔會開咩啊？很厚啦。有點像的東西啊，
我看对朋友特别有兴趣呢。曹哥啊，请来办个事啊？哦，没办个事情啦。来坐。哎，我们可能睇下阿董爷啦，习惯冇，有乜問題有請同我講啊？當好啦，冇乜嘅唔慣呢。阿你我都唔是客套的啦。像我當時等日本的時間走條馬路誒，係咩同太叔同我聽說，哪有咁嘢？曹哥啊，我冇聽說乜嘅啦，喺曹哥設計啊有能力。係呀，我都唔是客套下落嘅嘢。誒，講真啦，你叫我將太叔帶過來叫我係啦。佢等一段的時間真講啦，先攞事情做好。應該做台灣立場當然人嚟講，我先歡喜啦。但是做鄉體立場嚟講我都同太叔講幾番呢。咱鄉體喺度唔係辦法啦，感情啊做乜乜出問題啊？我看關鍵帶太叔叫我嚟，你做事有個安心嘛。係啊，什麼曹哥對我係關心啦。我看人來建議一次冇水行啊，也建議沒有呢啲觀光農業發展得清楚啊，清楚好了嘅地方咧。哦，哎呦，圖畫這度難過希望可以看看啦。還有上面目了解啦，石頭山嗰邊有沒有泡茶是隔壁嘅地方啊？我係到邊間時候，我帶你上山一看啦。好，什麼曹哥啊？唔使客氣啦。阿妹，都好，有事情我要攞你講。你個講風藥出在哪聽？我同講過，做唔你個講啊？我唔係要講風藥，冇講嘛咯？我要講妝嘅問題啦。講妝？你看，你看，鴉片係安利100年來存嘅錢啊，鴉片係你嘅支出，你看上下來啊？哎呀，個利潤用嘅減到一半啦！你看老 Q 呢，差很多啦。你乜樣咯？跟明明生意就差唔多啊！你就冇注意到哈？安利4個年來就冇起過價呢。不過物價一次就都會起啦，尤其一幾張年起到都定價呢。跟亞視房佢就有講啊，佢下加油100就要200人口哦。你看啦，麵粉咩都給起啦，其他的東西咩都給起啦。就算講本來有賺到錢嘅，一下按你算下來，咩冇賺到錢的呀？跟你媽相反啊！我想，既然4個年來就冇起過價咧，係唔係100會停得起價？起價？係啊，冇安利嘅時你要你做下去呢。還有啦，安利嘅經營方式係咪要改一下呀？哎呦，改變咯！那係你想啦，安利動作嘅時你就唔會做嚟啦，就做按步調嘅就好啊。還有安利嘅菜係咪應該要做到比以前更加優調嘅啊？安利嘅家私裝做得起咩？還有啦，安利嘅裝潢咪要改一下呀？安利才配合到安利嘅菜式咩？我冇真實。你會啦，你同賺幾多錢冇關係啊！明明我當初一個美滿流嘅想法，我是希望講用錢平價嘅價錢做出真好食嘅客家菜，幫大家享受。你種想法我同樣嘅啦，你還唔好改變，我下半邊唔好改變。
给米满了嘅感情哦，我就会记得米满了对佢幾重要嘅，嗰陣啊，怎會想去前兩個最好咩？家人哦，我想哦，阿媽姨佢唔定嘅想法啦，冇聽錯，佢成日對你嘅啲感情表唔下聽啊，就係表唔下來，嗰陣米滿了一定會尋到出路啊！係個冇聽的時代裏邊，一直用過去嘅方式來做，我驚米滿了會輸起來呢。到時間，阿妹會更艱苦哦。現在阿長姑變壞，過來阿人人去上海，兩日太子，生意太累啦，冇啲談阿花啊，怎麼？唔講我知道佢太堅持咧，人做生意嘅人，要賺錢是錯，賺多少冇要緊咩？生活過得已就好咧，我想到將來，你幾十年沒米滿了，同樣熟態呀。我相信我做事咧，重要嘅嘛個，要本人要識到，好實情重要，你講會冇？你講嘅我就對啊，我又會冇想去順阿妹嘅意哦。不過米滿了一定要轉型啊！我唔記得你話當初嘅生意冇做，安尼唔好喏。你就做按部條嘅啊！安尼就會有更加多嘅時間，做啲嚟準備，做啲嚟開發新嘅趨勢咩？安樣就沒米滿了咩？有冇人想法同人太極共同咯？做冇想買貴嘅，你買不買身咯？你下攞到鴉片，是個冇見過嘅趨勢，佢條就會知道有意思啊！大方面一定要提升起來啊！不管係裝潢，還是趨勢，按你起價，你下就會知道有道理。佢條嚟鴉片是東西，就會講米滿了，真嘅唔夠用。哎呦阿妹，太子哦，咩係為安你嘅米滿了好啊？伊下嘅人哦，對米是動頭呢。安你起價哦，東西哦，咩變好食？安你人下還是會過再來啊？好啊，人下過來啊，專門買本有錢人食。安樣安到面好樣啊？佢來得到，平常咩來是面線麼？做唔得個蘑菇攞人下係麼？人做生意就像做人同樣，做唔得木頭安高，你知吧？反正俺現在是維持按樣輕裝就好了。阿妹，你講嘅後面冇唔錯啦，不過太子嘅想法沒有佢嘅道理。乜嘅道理？你要去阿妹那邊啥？要去人太子那邊啥？哎呦，阿妹，我當然係老你去強下嘅，冇騙嘅啦。可能你嘅肩條還有頸肩哦暗硬，然後就表示你嘅心情唔好呢，還強鬆掉咧哈。哎呀，我都硬頸肩啊，米滿了這樣做得維持多啲哈。你到生意啦，冇本來就好咧，我就冇兩頭要痛，兩頭要痛啦，談什麼？對啦，冇騙嘅啦哈。我看你老阿媽子啊，兩三千冇唔錯。是想法冇強兩天咩？你好好啊，嚟去講。我想啊，兩千塊咩？有冇乜嘅好講嘢啊？我這邊唔記得要做乜真好，做乜嘅事情咯，係咪就冇法去？2-3年以來就冇發過。家人啊，你莫咁想啦，大家就係為到米滿了好，就要冇強人嘅想法啦。我相信哦，阿媽子佢會了解嘅啦。我咪做得能強下什麼大病啊？好。
你都對我動怨恨啊！哦，本来学到的吼。哪有可能哈？天父甲前面设计吼，按做就风起来，后尾去甲变说，来看哦，根本有钱哦，叫做福利哦。用咩用人呐？所以用我在树头，你看，又不能树哦，懂以为人家别人厝诶，过来听树，来。哦，你迄还冇事情做哟，你讲老爽的就。对，做人碰来哦，那面上洗好。你还真给啊，像难听树哦，还可能今晚认真哦，你要吃得懂欢喜哦。你根本有没有看起乖乖啊？杨梦妮哦，最近副家还没有发生那个事情啊。那看太起了阿妹用啥哦，好像有蛮问题诶。你还会关心 M 卡的事情啊？大爷就按做出去按当转，礼拜还会加班，你就会去上海，里面没风潮。不好，就像你的宾馆，你哦就会赢他啦。就像老 Annie 冇嘛，跟老你咁样啊。不卡嘅事情，当然唔会抵。哎呦，唔抵啦吼，其实俺哦。不是讲诶，俺冇做一堂啊。这东奇怪哈，什么臭妖呀哈？你当然哦，按什么搞吧？为什么干？俺为了存钱，是吧？没有，那看你要钱半天，有没有这种反省啊？乖，全部乖俺哦。懂所以，你冲到神态。邊咧，變到嗌人鬧嘢啦嚇！老頭哥冇中央誒，想想啊，也個睇20人年咧。師傅，唔該講乜嘅喏，俺冇聽清楚呢。前面來下4次上做嘛？俺餐堂對方沒有屁，還被上上哈。師傅啊。同啱呀？哎呀，嚟看看啊！好，使用嘛嘅。懂講哈。係哦，願意講。小朋友啊，請問一下，阿財爸有財冇啊？佢冇財啦，跟牙甲講啦。啊，你係？I can see him. 你阿生嘅朋友啊？係啦，我人家按當年冇做嘅，也做我大生兩三啲嘅經驗啦。哦，佢退休了呀。拜托你们好不好？要骗人之前要先做功课嘛。提款机只能把钱汇出去，不能转进来，你把我当笨蛋啊！还有，下次要骗人的时候，找个口齿清晰一点的。你那什么腔调那么重，你想要骗谁啊你？大骗子！气死我！没有啦，你ให้老板你跟我发哈，4一人台，哈。喂，哦，你好，我刚接了一通诈骗电话，号码是886-227-1913，对，这个是诈骗电话吗？真的哦？没有，我没有汇钱过去，对啊，我一听到就知道是骗人的，对，所以才打电话给你们啊，对吧？好，谢谢哈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因为啦，诈骗电话哈。嘿啊，李班也一抬头就暗用大天发来骗你，这已经都奇怪，有没有暗给你呢？一穿钱哦，气感不会一穿啊，居然用骗你的，奇怪。我骗你啦，阿妹现在哈。阿妹哦，佢去市場啊，阿哥老佢搶下伊嘅。冰山流水何處尋？
重逢难以久不易，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呀，初恋为爱你，终夜抚琴也渐起。山下攀爬高峰，你的笑声无言又抚平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，山歌一曲能唱多少年，能多少遍，伴我忘记你的思念，玉发重逢多从前。